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在下午肚子稍微有点饿的时候，随手拿起一块蛋糕，或者是晚上追剧放松的时候，忍不住来点酥脆的饼钱当做零嘴呢？您可能觉得这只是平淡生活里的一点小确幸，也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一点小小的犒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身为一名医师，今天我要非常严肃且诚恳地告诉你一个残忍的真相：这些看似无害、甜甜软软、充满诱惑的美味点心，其实是您身体里那个最令人恐惧的隐形杀手。他们正在悄悄地一点一滴摧毁您的医疗功能，一步把您推向糖尿病、胰脏癌。特别是我们今天要揭露的三大类常见糕点，我在临床上一定要再三劝告大家，不管您的年纪多大，为了保命，真的要少吃一点，甚至能不吃就不吃。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康卫教时间，我是林医师，请您先帮我按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重要的健康医学资。让我们一起守护您与家人的健康医学资，让我们一起守护您。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胰脏癌是癌症之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主要是因为胰脏这个器官实在太特殊、太隐秘了。它长得最深处，躲在胃的深处，躲在胃的后面，位置非常隐蔽，加上它平时非常沈默，即使生病了、肠了肿瘤，早期也几乎没有明显的疼痛感或退役性症状。很多患者只是觉得稍微消化或咽或者这种状况或胃不适，而胰脏对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分泌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精准地控制血糖。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台湾人年纪轻轻就得了第二型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忽高忽低控制不住，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把我们珍贵的胰脏给勒坏了，给伤透了。在这些错误的饮食习惯中，最可恶、杀伤力最强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今天要曝光的这三类糕点。它们不仅仅是大家以为的糖分高那么简单，它们里面所隐含的一些化学成分与油脂结构，对于胰脏的伤害几乎是毁灭性的。第一类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类，就是起酥类糕点。什么是起酥类糕点呢？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吃起来层次分明，一层又一层，咬一口会一直掉渣，口感特别酥脆、特别香浓的东西。比如我们台湾人过节最爱送礼的蛋黄酥、老婆饼、千层酥、蝴蝶酥，还有很多人早餐搭配咖啡爱吃的牛角面包、可颂面包、丹麦面包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为什么说这类糕点最伤胰脏？因为它们那种层层叠叠、入口即化的酥脆口感，完全是靠大量的油脂堆出来的。在面点师傅制作面团的过程中，为了让面团产生分层的效果，必须在擀开的一层面皮上涂上一层厚的油脂，然后折叠，再涂油，再折叠，再涂油，再折叠，再涂油，再折叠，经过无数次的重复，这样起酥。所以这类糕点的含油量高得吓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当您吃下一口酥皮的时候，基本上半口都是油。更要命的是，许多商家为了降低制作成本，同时也为了让口感更酥脆，产品的保存期限更长，卖相更好，他们往往不会使用昂贵且保存不易的天然奶油 butter， 是大量使用成本低廉的起酥油、人造奶油 butter， 或者植物性鲜奶油 margarine， 或者植物性鲜奶。大家请注意了，这些名词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甚至有植物两个字让人以为很健康，但它们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可怕的健康杀手，那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对我们人体健康的危害，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被称为笨蛋脂肪，因为人体非常难以代谢它。正常的天然脂肪，我们身体大概几天就能代谢完毕，排出体外或转化为能量。但是反式脂肪进入人体后，可能需要在体内滞留50天甚至更久才能被代谢掉。在这漫长的期间，它就像顽固的垃圾一样，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导致血管硬化、栓塞，更会引发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反应。而我们的胰脏恰恰是一个对发炎反应非常敏感的器官。
长期的慢性发炎会让胰脏细胞受损、变性，最终导致慢性胰脏炎，而慢性胰脏炎正是胰脏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更可怕的是，反式脂肪还会直接干扰胰岛素的工作效率，它会让我们的细胞膜变得僵硬，导致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常说的胰岛素阻抗 （insulin resistance）。这时候，胰脏为了控制不断升高的血糖，就被迫要加班加点，分泌比平时多好几倍的胰岛素来硬撑。长期下来，胰脏就会因为过度劳累而过劳死，功能就会彻底衰竭。所以，下次您在面包店看到那些苏德掉渣的点心，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那真的就是一口酥脆，半口毒药。为了胰脏的健康，请务必远离。第二类要高度警惕的是高糖奶油类糕点，这类食物可以说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代表性的食物就是各种精致的奶油蛋糕、慕斯蛋糕、瑞士卷、鲜奶油泡芙，还有那种满满馅料的爆浆餐包。大家试想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蛋糕的基底是大量的精致白面粉和白砂糖，经过烘焙而成，而上面抹的中间加的则是厚厚的鲜奶油。为了让鲜奶油口感好、定型漂亮，打发的时候又要加入大量的糖。为什么说糖油混合物是胰脏的死敌呢？因为如果我们单纯吃糖或者单纯吃油，虽然对身体也不好，但身体的代谢机制勉强还能应付。但是当大量的糖分和大量的糖分和大量的糖分和大量的油脂混合在一起，同时进入身体时，对胰脏的打击是双重且致命的。首先，大量的精制糖会让您的血糖在短时间内瞬间飙升，这时候胰脏必须紧急启动，释放大量的胰岛素来降血糖。但是同时摄入的大量脂肪会以至微的排空速度，让这些糖分在肠胃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导致血糖居高不下，难以回稳。而且血液里过高的游离脂肪酸具有很强的致毒性 （lipotoxicity）， 这种毒性会直接攻击胰脏里专门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导致贝塔细胞凋亡、死亡。一旦被细胞死掉了，是不可再生的，您的控糖能力就永久下降了。其次，糖油混合物是堆积内脏脂肪的最强推手。您吃进去的这些热量，因为有高浓度胰岛素的存在，胰岛素也是一种合成荷尔蒙，会非常容易转化成脂肪，而且是优先堆积在肚子里的内脏上。当过多的脂肪把胰脏层层包裹起来，甚至浸润到胰脏内部，我们称之为胰脏脂肪浸润 （fatty pancreas）， 就会让胰脏细胞像是被油腌渍住一样，导致慢性发炎，功能大打折扣。这就好比给一个正在跑马拉松的选手穿上了一件厚的棉袄，还要让他背住几十公斤的重物跑，他不累死才怪。另外，这类食物还有很强的成瘾性，它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 （dopamine）， 产生愉悦感，让您越吃越想吃，不知不觉就吃过量了。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孩子买回来的蛋糕不吃浪费，每天早上切一块当早餐吃，这是最危险的行为。早上身体刚苏醒，代谢功能还没完全恢复，这时候来一个糖油炸弹，您的胰脏一整天都缓不过劲来，长期这样吃，糖尿病离您就不远。第三类是油炸类糕点，这类东西在中式点心中特别常见，也是台湾夜市或传统早餐店的常客，比如甜甜圈、双胞胎、炸麻花、芝麻球、炸枣、开口笑，还有那种加了糖的油条，或是裹了糖粉的炸面包，这类糕点的危害，除了具备前面所说的高糖、高油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那就是高温油炸过程中产生的致癌物质——淀粉碳水化合物和糖。在高温油炸的环境下，会发生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叫做梅纳反应 （Maillard reaction）。
虽然这个反应带来了诱人的焦香味和金黄色的色泽，让人食指大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中产物的坏东西，英文简称是 age， 是英文。这个 age 是加速人体衰老、血管硬化和器官损伤的元凶之一。它会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沉积在各个器官里。当它沉积在胰脏时，会直接破坏胰脏的微血管，导致胰脏缺血、缺氧，还会诱发强烈的氧化压力 （oxidative stress） 反应，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攻击胰脏细胞的铊，导致基因突变，大大增加细胞癌变的风险。而且，外面商家卖的油炸食品，那个油往往是反复使用的回锅油。这种反复高温加热的油里含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和以及致癌物，比如苯醛醚 （benzopyrene） 和丙烯胺 （acrylamide） 和丙烯胺 （acrylamide）。这些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出的一级致癌物。你想一想，当您吃下一根炸麻花或一个甜甜圈时，您吃下去的不仅仅是爆表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还有这些满满的致癌化学毒素。您的胰脏既要处理血糖，又要应对发炎，还要抵抗致癌物的攻击，它怎么能受得了呢？另外，油炸类糕点用的通常都是精致的白面粉，经过油炸后，内部结构变得疏松多孔，进入肠道后吸收速度极快，它的升糖指数一直非常高。吃了之后，血糖会像火箭一样往上窜，这对胰脏来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冲击，久而久之，胰脏功能必将崩溃。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犯嘀咕，甚至觉得有点沮丧。林医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知道让大家完全戒掉甜食，孔子不碰任何糕点是不太现实的，毕竟甜食确实能刺激大脑分泌快乐物质，让人心情变好，抚慰心灵。但是为了健康，我们在吃的这时候必须要讲究策略，要有智慧，要把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这里我给大家几点非常实用的医学建议，请您一定要记下来。第一，学会看食品成分表和营养标识，这真的非常重要。不管是去超市买包装好的点心，还是去面包房，您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先翻过来得一眼标签。如果在配料表里看到了酥油、代可可脂、植物奶油、人造奶油、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这些字眼，请您立刻把它放下，不要买，因为这些都是反式脂肪的马甲伪装名称，哪怕它包装得再精美，广告宣传得再好吃，也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这些人工油脂对血管和胰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第二，严格控制频率和分量。如果您实在嘴馋想吃，那就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种极其偶尔的奢侈品，比如一个月只吃1-2次，每次只吃一小块，浅尝辄止。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每天的早餐，或者每天下午必备的下午茶。特别是那种一大袋子的饼干或者一大盒的蛋糕，买回家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因为这类食物会麻痹大脑的饱足感中枢。所以最好买独立小包装的，或者只买单片装的，吃完就没了，强制自己停下来。第三，挑选相对健康的替代品。如果您喜欢吃面点，可以选择全谷物做的面包，比如全麦面包、黑麦面包、杂粮馒头。虽然口感粗糙一点，不像白面包那么松软，但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升糖速度慢，滴滴对胰脏比较友好。如果您喜欢吃甜的，可以选择蒸煮类的中式糕点，比如蒸蛋糕、发糕、红豆松糕，当然糖量也要控制。这些东西虽然糖分可能也不低，但至少没有经过高温油炸，也没有添加那么多反式脂肪酸，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在家做，使用真正的天然奶油 butter 或植物油，少放点糖，改用水果如橡胶泥、苹果泥或者果钳来增加天然的甜味。
这样吃起来既放心又健康，还能享受烘焙的乐趣。这样吃起来享受烘焙的乐趣。第四，吃的时间很有讲究，千万不要空腹吃甜点，尤其是早上刚起床空腹，或者下午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这时候身体对能量的渴求最强烈，吸收糖分的速度最快，血糖波动也最大，对血管和胰脏的冲击最强。最好的时间是在正餐吃完之后，如果您已经吃了一些蔬菜、纤维和蛋白质、肉蛋、豆类垫底，这时候再吃一小块甜点，混合住其他的食物一起消化，膳食纤维会延缓糖分的吸收，血糖上的速度就会平缓很多，胰岛素的分泌也会比较稳定。第五，吃完要动一动。既然吃了热量炸弹，那就要想办法把它消耗掉。吃完甜点后，不要马上坐住滑手机或者躺住休息，最好去散散步，快走30分钟，或者做家事，让肌肉活动起来。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耗糖器官，活动起来能直接把血液里多余的糖分消耗掉，这样就能大大减轻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负担，也能避免脂肪堆积。最后，我想跟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关心父母健康的子女们说几句心里话。胰脏是我们身体最勤劳，但也最沈默、最能忍耐的器官。它不像胃，吃多了会胀、会痛，会马上给你发信号抗议。胰脏受伤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它一直在默承受我们给它的压力。等到它真的罢工、真的倒下的那一刻，那可能就是糖尿病，甚至是难以治愈的胰脏癌这样的大病，到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丰富了，吃的选择多了，满街都是诱人的面包店和手摇饮，但我们的身体基因其实还停留在以前那个物资匮乏、吃不饱的年代。我们的基因根本适应不了现在这种高糖、高油、精致淀粉充斥的饮食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理智来管住嘴。这3类糕点：起酥类的反式脂肪炸弹、高糖奶油类的糖油混合物，以及油炸类的致癌物集合体，真的就是包裹住糖衣的甜蜜毒药。偶尔尝一口，那是生活情趣，无伤大雅；但如果天天吃、顿顿吃，那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健康不是靠生病后吃药吃出来的，而是靠我们每一天、每一顿饭、每一个细小的选择积累出来的。少吃一块蛋糕，您的胰脏就能多休息一会儿，您的血糖就能平稳一点，您的血管就能前进一点。这就是最简单也最有效、最便宜的养生之道。希望今天这篇深入的卫教内容能给您提个醒，敲响健康的警钟。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请把这个重要的资讯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特别是那些爱吃甜食、爱吃面包的长辈。您的一个分享可能就能帮他们避开一个巨大的健康陷阱，甚至挽救一个家庭。我是专注于您健康的林医师，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最实用、最科学的医学建议。如果您在饮食营养方面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了解其他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的预防知识，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制作下一期的内容。再次感谢您的耐心阅读与支持，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远离疾病，拥有彩色的人生。我们下次见。